見到呢堆 bar， 唔知你認唔認得係邊間 bar 呢？冇錯，就係啱啱過咗10週年嘅 The Pontiac。呢間曾經多次打入 Asia's 50 Best Bars， 主打全女班嘅 LGBT friendly 酒吧，出晒名 bartender 同客都超玩得，裝修似十足 dive bar， 但 cocktail quality 冇得輸喎。佢哋為咗慶祝10週年，出咗10週年 menu， 將佢哋歷嚟最賣得嘅 cocktail 再次復刻。10年最好賣呢杯 Hot Nail Whisky 檸檬，加上薑同橙油，而飲得嚟少少刺激，仲要50蚊杯咋。我個人最愛都係最近一期出嘅 XYC， 佢係杯用藍莓乳酪做嘅 Rum Milk Punch。藍莓味 cereal 味，好飲。呢杯 Take Your Time It's Worth It 真係如同佢個名所講，係杯用椰子 rum 做嘅 Espresso Martini， 最特別係加咗味噌焦糖。幾滑和滑咖啡味嚟。想飲辣嘅呢杯 Hot Tram 啱你，一杯落咗辣椒醬同自然嘅 Margarita， 幾有趣味，好辣喎。呢度 Happy Hour 仲要38蚊就有一杯啦，星期一仲要全日都係呢個價，真係一定要嚟一齊慶祝下佢哋10週年啦！